扁康院創始人，韓國名醫徐孝石尊。二，塗線是守護人體的天然疫苗，人們已經習慣了現代醫學的治療方式。身體發炎，吃各種消炎藥，或塗抹類固醇，長了腫瘤，患上癌症，做手術切除病變組織，做放化療。但人體所有組織和器官是互相關聯、密不可分的一個有機體，這種治療方式真的能讓疾病消失嗎？韓國名醫、扁康院發明者徐孝石院長，經過50年孜孜不倦探索東方傳統醫學的奧妙，發現最好的治病醫生其實在人的體內，通過清肺讓扁桃體恢復健康，提高自身免疫力，不僅在治療鼻炎、哮喘、異位性皮膚炎方面有奇效，在肺氣腫、支氣管擴張、肺纖維化等重症肺病方面也有顯著效果。2021年初夏，徐院長再次接受大紀元專訪時表示，現代西醫走入了迷途，而他最新的研究和治療成果進一步印證了傳統醫學的奇效。傳統醫學奇蹟，由於扁康療法這種傳統治療方法多年的顯著成果，越來越多的患者服用扁康丸，包括身患絕症者。徐孝石院長欣慰地說，從2020年後半期開始，不少癌症患者也開始接受扁康丸的治療了。以下是他分享近期的2個新的治療案例。例一，一位75歲的男性，晚期肺癌患者，做過手術與放療後，醫院表示已經無能為力，他只好回去等候臨終。徐院長分享說，他就開始吃扁康丸，服用了22個月，正常需要5年治癒，但22個月後，他所有的肺癌症狀都消失了。他的朋友說，他犯病以前和朋友一起去打高爾夫，他揮桿的距離比他的朋友短很多，但自從戰勝肺癌之後，打得比他的朋友更遠了，他的朋友感覺很神奇。案例二，一名胰腺癌患者，原來腫瘤大小為5厘米，服用扁康丸僅6個月後，去年做檢查發現，腫瘤已經縮小為1厘米。徐院長說，再過6個月，即前後1年的時間就有希望完全恢復健康。徐院長還表示，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，癌症是死亡之症，不是每個人都能同樣治癒，而且治療有一定週期，需要觀察5年，肺癌的治癒也要5年。因此胰腺癌緩解後是否會復發，要觀察5年看看。說起扁康丸的發明及其臨床應用創造的奇蹟，徐孝石院長表示，自己在年幼時曾患有扁桃炎，每次發作伴隨高燒、頭痛，同時桑子因疼痛無法吞嚥，夏季也不得不穿棉衣，飽受磨難。大學韓醫專業畢業後，他開辦韓醫院，發明扁康丸，不僅醫好了自己的病痛，隨着臨床研究和實踐，還在許多患者身上出現了一個個意想不到的奇蹟。當時扁康丸只局限於扁桃腺的治療上，後來給一位嚴重的鼻炎患者服用時，發現他的鼻炎超乎想象的治好了。徐院長把扁康丸用在治療鼻炎患者身上後，發現對患者的哮喘也產生了效應。之後在治療鼻炎、哮喘的過程中，發現異位性皮膚炎竟然也被治好了。其實，鼻炎、哮喘、異位性皮膚炎在根子上是一樣的病原。經過了多年臨床驗證之後，徐孝石院長驚訝地發現，曾患有被西醫認為死亡之症的 COPD、肺纖維化等重症肺病患者也得到了醫治。由此徐院長對傳統醫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治療發展階段。憑藉扁康丸的功效，超過3萬名的重症肺部疾病患者得到治癒。探索治療原理，對於一些求診的癌症患者，扁康療法帶給大家怎樣的啟示呢？徐院長說，初期癌症比較容易治療，但大部分患者都是先到醫院，被診斷之後就直接進行了手術與化療，最後走投無路了，在西醫那裡再也無法治療的患者，向我求救，所以比一般癌症要難治好幾倍。他解釋說，沒有手術化療過的患者相對來說更容易治療，因為手術化療後的患者免疫力下降很多，
大大增加了治療難度。徐院長把這些治癒患者的案例集中在一起，用心研究並探索其根源和原理。現代人們總是抹不掉癌症其實不是病的想法，為什麼？當人產生嚴重的炎症時，人體的淋巴腺理所當然會腫大。比如乳房癌，媽媽在小孩出生後分泌很多乳汁，應該給嬰兒哺乳。要是不哺乳的話，堆積在乳房的母乳裏會有很多有害菌繁殖，很快達到100萬隻細菌。這時淋巴腺就需要送出100萬隻或更多的白血球去清除這些有害菌，所以淋巴腺可能腫大100倍、1000倍。由此，徐院長認為把淋巴腺切掉，照放射線的做法，其實違背了人體原本正常的運作機制。而傳統醫學的治療則不同於西醫的手術治療，所有癌症都是順着淋巴腺發生轉移。當淋巴腺恢復正常的時候，腫瘤就不會變大，不會轉移，淋巴腺也不會再腫大。通過對這些案例的觀察，徐院長對癌症的實質有了獨特而銳利的觀察。他分享說，其實癌症不是病，是人體對抗嚴重炎症的生理現象，是淋巴腺過分的腫大而已。因為淋巴腺不讓癌症腫瘤再長大，不讓它轉移，繼續觀察就會發現，如果持續5年裡面沒變化的話，西醫就說癌症好了。而人體淋巴腺的王就是扁桃腺，扁桃腺健康以後，淋巴不會再腫大、再轉移，這是癌症治療的一種新的認識、新的治療方法。現代西醫走入了迷途，徐院長認為現代科學對慢性病幾乎毫無作為，現代醫學已經走入了迷途。他說，現代醫學對急性病、傳染病的症狀有一定的貢獻，但對慢性疾病，比如異位性皮膚炎、鼻炎、哮喘、肺纖維化、肺氣腫、支氣管擴張等，對這些疾病完全沒有什麼成果，這部分疾病還是要依靠傳統醫學才能解決。徐院長說，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進入了名譽殿堂，卻沒有看到他們端着治癒成果走出來。現代醫學仍然認為鼻炎、哮喘、異位性皮膚炎依然是不治之症，肺氣腫、支氣管擴張、肺纖維化依然是威脅人類生命的死亡之病。為何總是重複這樣的結果？因為他們執着於走迷途，而且迷途越走越迷，很難找到出口。徐院長以西藥為例來說明，抗生素殺死有害菌，同時也把有益菌一起殺死，連健康的細胞都給殺死了。西醫認為是副作用，沒有辦法，但其實是方法不對。消炎劑是人類發明的像大麻一樣的麻藥，麻藥可以一時抑制症狀，但是和治癒疾病沒什麼關係。鎮痛劑是為減輕晚期癌症患者的劇烈疼痛，用的只是鴉片或嗎啡。鎮定劑為停止發膿而使用類固醇，其實還是用麻藥。徐院長一針見血地指出，西醫是替代性治療，並不是根本性治療。讓疾病得到真正治療的，其實是人體自身的免疫力。扁康丸的不同之處是，把肺部清理乾淨，讓淋巴系統之王扁桃體強健起來，讓人體免疫力重新恢復和強大。不用類固醇、鎮靜劑等西藥，疾病很神奇地好了。這就是傳統醫學的意義所在。天然疫苗抵禦病毒，現代醫療知識複雜紛亂，真正傳統醫學精華好比大道至簡至易。徐院長還分享了這樣一個醫學理論，用常識治療患者。他說，人的生命就在於呼吸，主管呼吸的器官是肺，人的肺每年甚至每天都在變裝，裝得變黑，導致很多疾病上身。如果把肺裏堆積的污垢清理乾淨，就會驚奇地發現鼻炎、哮喘、異位性皮膚炎會消失，同時會發現 COPD、肺氣腫、肺纖維化患者不會死亡，還會觀察到癌症也可能很好地控制。世界醫學界同行應該關注這些，而要把肺變乾淨，讓免疫力提高。下面2個階段很重要。第一階段，自身免疫力好轉，把扁桃體變健康，是獲取免疫力的第一階段。
這一階段通過清肺使積累在肺泡各處的積熱消失，廢棄物和毒素也一併清掃乾淨的同時，人體的淋巴腺之王扁桃體也會強壯起來。一般2個月扁桃體就能恢復健康，這時的人體就不會得肺炎和流行性感冒，不會得高燒39度以上的感冒。健康的扁桃體能夠有效抑制病菌和細菌的入侵，這是成就免疫力的階段，意味着我們身體固有的免疫力在好轉。第二階段，自身免疫力盟軍的誕生，腸內的微生物是幫助免疫力的重要盟軍。腸內的有害菌被清理掉，有益菌增多，是免疫力的完成階段。這個階段要花6個月，即服用扁康丸6個月後，腸內的有害菌就會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有益菌。整個過程可以使人體免疫力完全恢復，所有慢性病的治療可以託付給免疫力去處理。徐院長認為，免疫力是神賜的最高醫生，讓神賜予的最好醫生去治療疾病，這是一個好方法。在目前病毒肆虐的形勢下，我們應該怎樣保護肺健康呢？徐院長認為，健康的扁桃腺是守護人體的天然疫苗。徐院長還說，病毒通過鼻子進入肺部，一定要經過咽喉部位，而咽喉的守門章就是扁桃腺。扁桃腺是人體最大的一個淋巴腺，淋巴腺裏像泉水一樣產生白血球，好比一個軍隊，所有的軍隊都有一個守門章。如果守門章打瞌睡了，那麼就會被敵軍、病毒悄悄攻入。但是咽喉的守門章用犀利的眼神，很清醒地在守護健康，不僅 COVID-19 病毒及其變種病毒，其他成千上萬的病毒都可以識別和消除掉。現在研發了很多病毒疫苗，如果稱之為人工疫苗的話，那麼這個守護我們身體的扁桃腺應該說是天然疫苗，其功能無可比擬。徐院長解釋說，人工疫苗只能對一種病起作用，現在 COVID-19 病毒種類已經發生變異，人工疫苗的作用大打折扣。而天然疫苗，扁桃腺則可以像銅牆鐵壁一樣守護我們身體，識別和抵禦成千上萬種病毒和細菌，超過數十種的肺炎球菌也都能擋住，那就沒有肺炎，沒有流感，不會發燒，即使患上感冒也是很快就過去了。這樣把自己身體牢牢守住，以後不管遇到什麼病毒細菌，強壯的扁桃腺都能夠切實擋住的。這就是為何人工疫苗和天然疫苗不可相比的原因。徐孝石院長簡介：徐孝石院長是著名韓醫學代表和扁康丸創始人，一生致力於傳統醫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。根據傳統韓醫學理論，肺為五臟六腑之首，肺部積熱導致了鼻炎、支氣管炎和皮膚病等疾病。扁康丸能徹底清理肺部積熱，從根源上解決哮喘、鼻炎、皮膚病、重症肺病等呼吸系統問題，已經使全世界16萬鼻炎、哮喘、皮膚病和重症肺病患者恢復健康。徐院長是新唐人電視台52集大型電視系列專題節目《走進韓醫和神醫再現》的主講人，著作包括《扁鵲鳥院在扁康》、世界人的健康保鑑、扁康傳統醫學奇蹟等，在全世界華人中有巨大的影響。扁康丸全服務中心諮詢電話：北美800-210-5501，台灣02-7753-8122，香港852-392-8241，歐洲4420-3923-2740，新加坡65-6797-6924，澳大利亞1800-066-099，網站 www.pyeongkang.us， 郵箱 pyeongkang.us@gmail.com， Line ID @pyeongkang.us， WhatsApp +180021055501。Unsubscribe. This message was sent to Lisa 007811@gmail.com from Pyeongkang, US 229 West 第28 Street 6 Floor, New York, NY 10001。